拿起小小的沙包拋出去，看誰能進洞。中華民國布袋球協會特別把布袋球賽道搬進議會，議員和市府局處首長們都玩得不亦樂乎。看似簡單的動作，但要控制力道和精準度，覺得很有趣，然後覺得過程當中會很期待可以這個命中，但是剛才都差了一點點，中了1分，沒有，好，3分，已經3分了，有進洞了，真的很不錯的運動，從小朋友到長輩，真的可以把這個活動帶動起來。以大拇指與中指固定球帶，同手同腳擺盪，瞄準中心線，穩定出手，再加上手腕旋轉的力道。教練說，練習半小時就能上場比賽。布袋球運動源自於美國，因為規則簡單，場地要求也低，成為國際上超過70個國家推行的全民運動。中華民國布袋球協會也希望在台灣能進一步推廣，可以推展給我們的身心障礙者，或者是高齡者，或者是我們的一般學校的普通班的學生啊，或者是一般學生都可以參與。台南市裡邊的30幾個區裡邊都有樂齡的俱樂部，我希望未來能夠幫忙他們買一些器材，然後在樂齡的學習活動中心裡邊，然後來推廣。投擲動作簡易，不需裁判判定，適合在學校、社區機構與長照中心推動，不僅增進健康，也增進情感交流。台南市體育局將大力支持，讓布袋球在台南普及。記者周懷談的報道。